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凡那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了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这是咱请敬拜团引带咱来学了。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用诗歌要来敬拜我们的神，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身体允许的话，我们可以起立。我们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的神是给我们盼望的神，是蛮有能力的神，是带给我们新的希望的神。我们用第一首诗歌来敬拜他。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基督里有主在我。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你世上全敢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节，在约翰一书的第4章第4节到第6节。请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荒谬的灵来。我们用第二首诗歌来敬拜，因为我们要靠着耶稣的得胜，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得胜。我们要宣告他是我们生命的王，我们要宣告在爱里面，我们不再被罪所打转。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众子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众子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来自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是你带领着我的生。请持续站立。感谢敬拜团，这是咱游园徛的，咱用新的改名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的总根头。我以新的改名予恁，就是恁着三听。是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你是我的学生，请坐。
这是咱来启应，启应文第36篇。心内颂香的人有福气，忧闷的人有福气，温柔的人有福气，腰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怜悯人的人有福气，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使人和平的人有福气，为着义捌受困毒的人有福气，为着我人质累骂恁、困毒恁、诽谤恁万项的恶，当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灵的报赏是大。以上，这是咱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搁一摆组织伫遮来敬拜你。主啊，阮感谢你，借着讲道，互阮知影信息对阮的重要。上帝是信实的。阮甲你所立的约，阮毋敢看轻，因为阮若看轻，恐惊会得罪你。阮也感谢主，借着讲道，互阮知影爱有真侪形式，但爱有心，若无心，爱这个字就无意义。求主互信实甲爱，成做阮每一个人的配备，互阮甲主的关系，因为信实变得哪来哪好，也互爱成做人甲人之间上好的连结。阮也大大恳求主，引带阮台湾，伫即礼拜，阮住伫即个岛的人需要做一个选择，求主使我即阵人智慧甲灵敏，互阮做着好的选择，互公义甲和谐倒转来阮的生活。主啊，阮也恳求你，求你帮助身躯病痛甲生活无顺遂的兄弟姊妹。阮知人生总是有苦有涩，但阮相信，只要有圣神甲阮同在，苦涩也通变做甘甜。求主圣神甲因同在，看顾因。祈祷奉主圣名来求，阿免。这是咱请圣乐队来为咱而乐。
耶和华讲：你甲步行的人三角走，上车亚先，贴袂到尾斗跑啊！你伫平安的地虽然安稳，伫约旦河边的树林要安怎样？搁一节圣经节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24节到27节。兼毋知在场斗走的，逐个拢走；若是得到报赏的，只有一个。恁着安尼走，才通得着。既若斗力的，逐项事准则，因是要得到会败坏的免流，若是咱是要得到袂败坏的。所以我安尼在走，毋是亲像无定着的方向。我拍拳，无亲像在拍空气。我拍我的身躯甲忝忝，互伊降服。惊了我已经传互别人，本身检使拄着拒绝。以上，这是咱请上恩弟兄来为咱证道。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又来到中心教会这里。今天的题目比较特别一点哦，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听说8月17要举行运动会啊，我老母就邀请我就一起下场同乐，所以我就想，那我这一次呢，就用这一次这个感觉很特别、很动态的这个主题来做今天的分享哦。首先呢，让我们先来重读一下这2段经文，特别是耶利米书12章5节，因为上恩有按照原文来重新翻译，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耶利米书12章5节，如果你与两脚行路的人奔跑，他们使你疲倦，你如何与马赛跑呢？与马比赛呢？在平安的地界你安稳，在骄傲的约旦河你将如何行呢？第二个是哥林多9:24到27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是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是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常常会听到一句充满了安慰跟温暖的话 ：When God closes a door, He must open another window. 当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他同时会帮你开一扇窗。这句话温柔带有力量。当我们面对挫折、感到无助的时候，可以提醒我们要顺服，要学会交托，要相信神的带领。这些话语都是美善的，充满恩典的心灵鸡汤。然而，我们也需要温柔地提醒自己，如果我们将信仰的全部都寄托在这样被动的等待上面，我们对信仰的态度会变成什么样呢？我相信很多人他面对信仰的态度，可能会慢慢的从一个原本是需要付上代价，需要辛辛苦苦的背上十字架前行的动态，变成了一张很舒适，你只需要放松享受的倒在上面的沙发。你可以在上面看电视剧啊，听音乐啊，开心的时候就跟着哼唱几句，变成这种状态，我们的生命会不会变得越来越被动？圣经其实从来都没有应许我们是一个天空长蓝，是一个花香满溢的道路。相反的，其实圣经常常揭示着一个充满动态跟活力的信仰。这个信仰不是停留在我们阅读了多少，我们知识层面的静态的信仰，不像是那个电脑的待机画面这样子一样是休眠的状态圣经很清楚的揭示我们要称义跟成圣的这个道理。这其中有神的做工，但是也有人的行动。什么是称义呢？大家自然明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白白的赏赐。但是在这个成圣的过程，这条奔跑天路迈向完全的过程，却不应该是很消极很被动的。
使徒保罗他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哦，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当像在竞技场上赛跑，是需要什么？较力争胜的。所以神其实他是在呼唤我们，他在勉励我们，要我们干嘛？要我们动起来。孩子，从那张很舒服的沙发站起来吧。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火热的见证，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应该是我相信神，所以我就放手不做了，一切都交给他就好。我们应该是什么？我相信神，我信任神，所以我起身而行。因为神对我们有极高的期待，他希望我们将他所赐的生命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所以今天呢，我才会用这2段听起来十分动态的经文，来邀请大家一同思想神邀请我们做的长途赛跑。第一个是来自上帝的震撼的提问：你怎么能与马赛跑呢？耶利米书12章5节说什么？如果你与2脚行路的人奔跑，他们都使你厌倦，你如何能够跟马比赛呢？在平安的地界你安稳，在骄傲的约旦河畔，你将如何行呢？话说呢，我们来问一个问题。首先呢，我们先来到旧约，请听先知耶利米的声音。我们都知道，成为先知是不是容易的事情？一定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情，特别是处在耶利米的那个时代，巴比伦人即将过来掳掠了嘛，更是特别的艰难。耶利米他被称为流泪的先知，这个也是其他先知书中很少见的，因为在耶利米书里头有充满了许多的挣扎跟抱怨。反观现代呢，如果我们来问谁想当先知，如果我问各位的弟兄姐妹问神学院那些师长那些同学好了，你们想不想当先知？你们还是你们想当祭司？别说是教会的长职，还是一些火热的弟兄姐妹，就算是我们这些受呼召心中充满感动来念神学院的人，我们10个里头也有11个不想当先知啦。我们想当什么？我们当然是想当祭司啊，当然是可以又服侍人又可以服侍神的祭司，当一个安安全全稳稳当当行使固定仪式的那些祭司们。祭司是做什么的呢？祭司呢是负责执行宗教仪式，比如献祭，比如代表百姓跟神之间建立关系，所以他是代表上帝，代表什么？代表什么？百姓向上帝说话。那先知是什么呢？先知作为神的代言人，他是传递神的讯息，所以他有时候也会预言未来，而且带领百姓从偏歪的路回归到正道。这听起来好像非常热血很荣耀，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如果你仔细思索，先知他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在当时都是一个非常不讨喜的人，不但被大家厌弃唾弃，被压迫，被侮辱，被鞭打，下监牢都是常有的，甚至有一些被常年追杀。在今天我们读到的耶利米书这个经文之前，耶利米他已经忠心的服侍神许多年了。请问耶利米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国内一片歌舞升平，载歌载舞，欣欣乐意的样貌，他觉得很棒吗？不，他充满了担忧，因为他看到的都是虚荣跟诈骗横行。他看到当时乐天派的祭司们到处说我们很棒，我们很好，一切都没有问题。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嘛，平安不？有平安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常听到？其实耶利米说并没有平安啊。他看到那些作恶的人仿佛被神亲手栽培，而且扎了根长大结果，这对一个敬虔的人来说是多么巨大的冲击。这完全颠覆了他们当时所熟读一定要每天读的诗篇的第1篇的应许，义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恶人却像秕糠被风吹散。但实际上在耶利米真实的经验感受中，一切好像都颠倒过来了。不仅如此，这些宣扬虚假信息的
乐天派祭司们、假祭司们，他们口口声声的说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但是他们的心里却离神越来越远。结果如何呢？这些口口声声说平安哦、平安哦的祭司们，反而大受欢迎。而耶利米他自己呢，状况如何？这位真正传讲神话语的先知，他不但被孤立，他被抹黑，甚至被自己家乡的亚塔奴人设计陷害。他甚至最后还下监被鞭打，他的书卷寄给王的被烧掉。亲爱的兄弟姐妹，耶利米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如果我换成现在的这个时代其实也是一样啊。现在属世的财富、权力、学识、成就，好像会给人很多优越感，对不对？但其实宗教里面有很多的热诚的追求跟经历嘛，甚至在宗教界掌权之后产生的优越感，其实更为恐怖。我行啦，你不行啦，我最大，你们都要听我的，会不会变成这样？很多时候甚至为了私心去斗争他人，制造分裂，去破坏合一，这就是人狭隘的内心。实际上这些斗争都是因为我们人看不到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反而去挑别人的刺，所以呢才去伤害他觉得他看了不满意的人，他看了不完美的人。有一间教会在外面贴了一张牌子上面写着，如果你们都在找教会，很多人在汲汲默默的在找教会，如果你是想找一间完美的教会，很抱歉，在地上你是找不到的。我们都是不完美的罪人组成的。如果你只是想找一个歌舞升平，一去就觉得100分，非常澎湃，非常大场面，非常和乐，什么都100的完美的教会，你是找不到的。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教会，但是每一间教会却都能够帮助我们在其中操练主耶稣的爱。当我在读神学院之前，我一直在想说我要进神学院，因为我可以找到最完美、最属灵、最有信仰、最能够携手行天路的好伙伴们，一起为天国打拼的伙伴们。等我读了之后，才发现有时候其实就算是在神学院里头，也可能比我们接触到的世界藏有更多难以想象的阴暗面。我才知道有一些人的信仰是将自己可能放在比较高的位置上去俯览众人，甚至将神抛在脑后，自行取代神，做神的工作，做神的审判。就如同当时的法利赛人，为什么耶稣他不去斥责那些肉体或道德有瑕疵的人呢？那些肉体有瑕疵的瞎眼瘸腿，那些道德有瑕疵的税吏新的妇人，为什么耶稣不去斥责他们？耶稣反而是多次的斥责法律赛人跟经学士呢？因为他们利用摩西的律法来捆绑人，用摩西的传统来捆绑人，甚至不断加上自己的解释让规条一直长大，不断的延伸出更多的规条来操控人、控制人、捆绑人。所以耶利米书12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耶利米就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痛苦中，他来到了神的面前。他不是轻轻的祈祷，他是用一种近乎法律诉讼的语气向神发出质疑。他在12章的前4节，他对神提出了抗议。我们看第1节就好。第1节他说，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总显为义。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里的义原文 tisadik 带着什么？法律上的公平无罪的意涵。所以耶利米他其实是一种极度刺痛的讽刺的语气，在说，神啊，我知道当我上法庭控告你的时候，你总是有办法证明你是无罪的，你是公义的。所以耶利米接着说，但是我还是要与你理论。我们如果直译来说，就是我要跟你打官司。所以耶利米的心境是什么？他像是在说，主啊主啊，这些年我做你的信差23年，我协助你控告这些百姓毁约，但是现在
我觉得神啊，是你跟我毁约，你答应我，应许我要跟你同在，要拯救我。但是你看看我现在的处境如何呢？所以我要把你拉上法庭来跟你控告。是的，我知道神你还是会赢，就像是约伯也曾感叹说啊，我无法在神面前得到同样的对待一样。即使如此，我也要跟你对质。这个是耶利米有血有泪的哀嚎，是一个忠仆在极度痛苦之下发出的怒喊。但是上帝他是怎么回应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以为上帝听到这里，听到你的忠心的仆人这样子控诉他会什么？他会很温柔的安慰，他会耐心的解释。但是经文中神是这样耐心的温柔的安抚他吗？是怜悯的向他解释这一切的背后吗？很显然不是嘛。12章5节我们刚读到，耶和华的回应跟我们想象的都不一样，但是却是如此的震撼人心。他没有给出解释，他反而给出了一个更严厉的警告跟挑战。你若能步行与这些人同跑，还觉得累，那你怎么有办法跟马赛跑？我们来细细品味这一句话的意思。这个动词呢 roots 它译成竞赛或是跑，这个是带有讽刺的意味，因为直到哪里才出现这个字？在后面到了23章21节才又出现这个字，而且这个字是用来讽刺那些假先知。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在23章21节，哪些先知？那些假先知。我没有打发那些假先知，他们就径自奔跑。所以这个字那时候用在这里，所以这个字 roots 代表的是什么？那些先知的活动。而当耶利米想要奔跑跟他们对抗的时候，他几乎失去勇气了，觉得太累了。上帝仿佛说，耶利米啊，你光想着为那些自私自利奔跑的假先知对抗，你就觉得累，你这样就觉得心累了吗？他的意思是这样。接着后面赛跑这个字呢 takrag 在圣经中非常罕见它带着一种被激怒情绪引发的竞赛的意味。所以这是什么？这不仅是一场体力赛还是一场心力憔悴的比赛。更糟糕的是，后续接续的更强的巴比伦要来了，马要来了。在圣经中常用马来比喻战争这里当然是指巴比伦将要来临所以上帝他抛出的第二个比喻，在平安的地界你安稳，在骄傲的约旦河畔你将如何行呢？这里的骄傲的约旦河希伯来文的原文是用 ga'an 指的并不是河的态度，而是指约旦河的两岸因为海水灌溉，那个河水进来灌溉嘛，所以它长了很茂密的丛林所以上帝的意思是，耶利米，如果你觉得你目前在相对安全的平原上去应付这些跟你一样两只腿在奔跑的人，那么未来当挑战升级level 升级赛场转移到这些危机四伏的丛林之中，对手换成了速度更快、力量更强的马，你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所以12章5节，神的回应就是警告耶利米：耶利米啊，你如果认为现在的情势对你而言是险恶的，其实情势还会越来越严峻。这听起来好像是上帝泼了耶利米一盆冷水，对不对？对吧？可是如果我们深入去思想，这盆冷水的背后，其实是上帝非常炙热的信任。如果你读耶利米书看了耶利米这一卷书，你很努力的找，你都没有看到上帝说你放弃上帝有说你不行了，你放弃吧，都没有。而是什么？整卷书都找不到。上帝代表上帝透过这个问题去暗示耶利米，我明确知道目前正要发生的一切事情，而且我还要把更困难的工作交给你。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对你有信心。现在你应该如何预备你自己，去执行这份新的更艰难的工作呢？这个提问
其实是上帝在邀请耶利米，将他的目光从他眼前看到的痛苦，转向未来他所应该行更大的使命，也就是上帝今天对你、对我、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问。我们许多人是否因为可能是信仰路上的一些挫折，一些人际关系的疲惫，一些服事上的不顺利，我们就向上帝埋怨，比如说跟神说：啊，主啊，为什么是我？主啊，坏！主啊，我累了，我跑不动了。比如说这几年，有时候我也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跟神问了很多次这种，跟神有很多次的拉扯。所以这个经文真的也给我很深的感受。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神正温柔地看着我们，安慰我们说：孩子，这只是与人奔跑，我对你的生命有更高的期许，我预备了让你与马赛跑的恩典与能力，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接受吗？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如何的赢过这场更高期许的赛事呢？我们要如何跑赢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24章9章24节到27节吧。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是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是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如果耶利米书向我们揭示了为何而跑，以及这场赛事的艰巨，那么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就向我们提供了如何去跑这个具体的战术。它是一个运动员的一个身份来做比喻，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得胜的要诀。第一个，奔跑必须有定向。保罗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是无定向的。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只会让我们耗尽力气。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中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在各样的赛事中，我们都会发现，决定胜负的往往不是一个人拥有多少的技巧，而是那一个人比赛当下他的心态。许多人的失败都不是败给对手，而是败给自己内心的在乎这2个字。我们太在乎什么？别人的眼光，太在乎什么？短期的果效啊，短暂过程中的得失啊，所以我们的心一直在上上下下忐忑不安，无法发挥出神他给我们全部的潜力。保罗提醒我们，场上的运动员是为了能坏的冠冕而跑，但是我们呢，是为了那不能坏的冠冕来跑。所以我们的标杆不是地上的荣耀或财富，而是神为我们留存在天上永恒的基业。这份定向也决定了我们服事的范围。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都不同，他所重视的禾场也不同。如果你觉得你的亮度可以照亮全台北市，我希望你能够为台北点亮你自己。如果你的亮度我们没办法那么大，我只能照亮中山区，我希望你可以为中山区点亮你自己。如果你的亮度只能照亮周围的邻舍，那我希望你能够为邻舍点亮你自己。如果你的亮度只能够照亮你的家，我希望你可以为你的家人点亮照亮他们。不要小看任何一道光，只要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向着那永恒的标杆，每一步的奔跑都是有满满永恒的价值。接着保罗他说，我斗拳不像是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实际上一场赛跑最需要克服的是什么？往往不是外面的对手，而是你内在的自己，所以才叫做攻克己身嘛。什么是攻克己身？它的原文其实是带着痛打到什么？打到淤青的那种痛的图像。这是一种什么？严格的自律，
严格的要求的痛苦哦。所以我们要攻克的是什么？就是长久以来只为了我自己着想，为了我自己能够多拿取、多得到一些的老我。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捕猴故事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是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受到野猴的攻击很麻烦。它要吃的蔬果、米粮甚至家禽常被野猴半夜偷偷摸走、偷走。但是野猴跑很快，我们人根本追不上嘛，对不对？那怎么办？猎人想到了一个方法，他们将米放在那个瓶子里头。我们都知道瓶口是什么？窄的，里头宽的。好，所以猴子的手可以很轻易的伸进去，什么抓到米，就带走了吗？没有，他手拔不出来了。当他的手握成拳头抓到米，请问拔得出来吗？拔不出来。他就跟这个罐子较劲了一整夜。隔天猎人来了，轻易的抓不到他，因为他不愿意放手。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这高，那下你憨班啊，那下你公啊，我们怎么那么傻？我们是不是这样想？其实我们要想想看，我们不要笑猴子傻。我们的生命中，或许我们也为了我们的名誉，为了我们的利益，为了我们的骄傲，我们内心深处的往往是什么？最阻碍我们奔跑的东西。所以我们不需要笑他们，我们可能也这样。所以攻克己身，重点是学会如何放手。什么是放手？当我们学会放下利益，我们才能够看见上帝无私的爱，学会付出。当我们放下名誉，我们才能听见最真诚的声音，听见别人的规劝，学会安静。当我们学会放下自己的老我，我们才能看见真正的自己，在单纯中被神使用，而且用到最好。所以只有当我们放手的时候，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身心灵，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 body 才能够全然的成为服侍神的器皿，而不是成为阻拦我们奔跑的负担。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关于攻克己身，叫声服我。这里有一个很激励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 NBA。 2016年的 NBA 总决赛抢七创造了98年自 Michael Jordan 以来退役后最高的收视率由那时候的 LeBron James 詹皇他带领的克利夫兰骑士队，在总冠军对上了当时的霸主，创下历史最佳战绩73胜9败的金州勇士队。勇士队当时的投射战术在前所未见，他们的三分球纪录甚至全面改写 NBA 所有的纪录，改变了 NBA 的规则规律Curry 更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全票当选 MVP 的巨星。但是相反的，当时的骑士队怎么样？已经52年没夺冠了。很多人都说克利夫兰是一个被诅咒的城市。NBA 的体坛流传一句话：上帝憎恶克利夫兰。听起来很伤，对不对？赛前 Epson 他做出了一个预测预测骑士队只有 3% 的夺冠几率，而且有 25% 连一场都不能赢，会4场被连扫。有没有很伤人？非常伤人所以的确总冠军赛一开始局面就一面倒。在甲骨文赛场上骑士队完全跟不上勇士队的攻击强度，特别是到了第4场比赛的最后，勇士队连续扔进了6个三分球，打懵了骑士。骑士队落败，球队以1胜3负的战绩大幅的落后。当时纵观 NBA 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球队能在1-3落后的情况下逆转，从来没有。当时全世界的舆论都已经说勇士队要夺冠，下一场要庆祝啦。结果呢，当陷入1-3绝境的时候，骑士队们他们的目标就改变了。
原本目标很杂乱啊，我要保留，先赢下什么，再赢下什么，我要保留这些人用啊，先用谁，先用谁？没有，一切的战术，一切的目标都只有至少赢这一回合，至少赢这一场比赛。所以说，他们的目标变得非常清楚而专一，不再是什么奔跑无定向。他们不用再考虑我应该先排谁上嘛，再排谁，我们应该毫无保留，全队拼了，就变成唯一的策略哦。所以在第5章，他们不再犹豫不决，而是有了一个极其明确的目标，就是单纯的至少赢了这一场，至少赢这一回合吧，赢个一回合吧。所以 James 跟 Irvin 哦，两个双双全场突破40分，这是也是 NBA 有史以来哦，单场同队有2个人得40加的哦。他们就是专注于一次一个回合，一次一场比赛，这种极致的专注力，这正是奔跑有定向的最佳体现。在这里头呢，他们面临到了身体需要上克服，还有心灵需要克服。什么是身体需要克服？在最后的3场比赛哦 ，LeBron James 哦，他跟 Kyrie Irving 哦，几乎打满全场，他们将自己的体能发挥到了极限，他们是用意志力在驾驶这个疲惫不屈的身体。像是 James 哦，他整场只休息1分钟、2分钟，整场哦，到最后1分钟哦，还跳到跟篮板一样高去盖别人火锅，还创了一个叫做 The Block 的一个特写哦，非常强哦，被列入记录。在心态上最大的挑战当然是自己的心态。历史数据对他们有没有利？不利嘛。全世界有没有人看好他们？没有嘛。他们必须攻克的，除了世界种种的言论压迫，还有内心的怀疑、绝望，甚至想放弃的念头。他们的团队合一，彼此激励，叫那个软弱想放弃的自己完全的顺服在什么？我们要一起携手赢得下一场比赛的共同意志下。最后他们创造了新的历史，完成了 NBA 史上最大的逆转。第7战 LeBron James 他的追身火锅，还有那个 KI 他的干拔3分，还有 Kevin Love 的完美防守，打破了克里夫兰队52年都没有拿过冠军的魔咒。夺下总冠军后， James 哦，他跪在甲骨文的金色海洋里头痛哭哦。最后他站在世界之巅，对着女记者的麦克风，他哽咽的喊出哦，克利夫兰，这是给你的，这个是要献给你的。他终于把奖杯带回了他的家乡克利夫兰。所以最后呢，这就是 NBA 最经典的比赛哦，在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坚持，这就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的最佳写照。最后保罗他以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来做结尾，恐怕我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弃绝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在当时的运动比赛中，意思就是被取消资格，不让你跑。这句话提醒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人自己必须活在你所传的福音当中。我们不能够像耶稣所说的法利赛人。还记得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吧？我记得某一次我来中兴教会讲道的时候，有讲过好心的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哦。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律法师挑战耶稣嘛，这律法师很骄傲的回答，律法就是爱神跟爱人。哇，听起来很棒。他接着又很骄傲的反问哦，我当然知道爱邻舍如自己，但是谁有资格成为我的邻舍呢？结果耶稣怎么样？耶稣好心的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反问他说，你听了这个故事，请问你有资格成为别人的邻舍吗？弟兄姐妹，律法师他很惭愧，他才知道说，原来我都用我自己的目光在定义其他人，我都在定义别人，但是我都没有看我自己呀。
亲爱的弟兄姐妹，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能说不能行的最佳代表。他们把难的担子都丢在别人的肩膀上，自己一根指头都不动。如果我们向外面传讲十字架的道理，自己却不愿意也背上十字架，那我们所传的是什么？就变成了空的口号，甚至会使人跌倒。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最有力的一篇讲章。我们要怎么样生活？我们要怎么样说话？我们要怎么样让人幸福？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这是一门必须要学、必须要亲身去经历的功课。我们要时时的提醒我们自己，确保我们的生命，确保我们的信息是一致且合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耶利米他的挣扎，我们看见了神的呼召，这是一场充满挑战的赛事。我们也从保罗的教导学到了得胜的秘诀。或许此时此刻你也感觉到，你跟耶利米一样，在与人同跑的过程中我已经疲惫不堪了。你看到恶人亨通，感觉信仰跟现实之间好像有巨大的落差。这些煎熬的经历不只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一生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大大小小的风浪。请记得，神知道你的疲惫，他也看见你的眼泪，但是他对你有信心，远超过你的想象。他正邀请你倚靠他的力量，预备好你自己，不只是你与周遭的人同跑，而是去参加那场与马同跑的比赛。因为是神与你同跑，不是靠车，不是靠马，但是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今天神怎样提醒我们呢？你在平安的地界尚不安稳，何况在那汹涌泛滥的约旦河，你要怎么行呢？我们来看最近的一个新闻最近有一个很火的新闻就是家父之前有跟我提过，师大有一个女足队的学生嘛，她站起来踢爆师大教练的一个丑闻有一个正信教练，他没有事先取得学生的同意就做人体试验，利用毕业学分强迫学生抽血，而且补助费也遭不当的取回等等一直到今年3月监察院介入调查，要求教育部去纠举他，教育部就去纠举师大5月的时候做伦理委员会开了一个决议说你的确有违反人体研究法。好，所以怎么样？原本是要求师大你要解职，你需要处罚，不痛不痒，就师大给予什么？如果看新闻就知道，师大就给他减学分嘛，让他不得再抄终点。请问不得抄终点，这是大不了的事情？好像很多教师求之不得，除非你特别想要多赚一点外快，不然终点不是越少越好。像对我而言，我也在大学教书，我常常在想，不要抄我终点，因为我很多教会的事工要服侍，这是正常的。就教育部给他的真的是教育部行文下去嘛，师大给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处罚，像是不得再多兼课，不得抄终点明年的计划你就不要申请，就只有这样。女学生服不服？不服嘛，所以他找立委踢爆，对不对？就今年8月，应该是上周的事情嘛，这件事情非常的大所以如果你今天你发现你要面对什么一个邪恶的大势力，你要怎么办？你要说起来，还是你要像这个年轻的女学生一样站出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凭着信心，勇敢的向神回答：主啊，是的，我的确会害怕，但是我相信我终必得胜，因为在过去我在平安的地界已经靠你得胜有余了，已经靠你得着这个恩典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场人生信仰的赛事不是一场孤单的个人赛，我们是一同奔跑，所以让我们互相帮助，互相包容，互相等待，
一起到达这个终点。当你软弱的时候，我扶持你；当我疲倦的时候，你鼓励我。让我们奔向那永恒的标杆，相信当我们衷心的跑完这个路程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圣徒在终点替我们鼓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会亲手为我们戴上那永不朽坏、充满荣耀的冠冕。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来到你的面前。神啊，谢谢你，在你的眼中，你对我们的生命有着荣耀与期许。你邀请我们进入赛场，与你同跑。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心中常常会贪恋安逸，我们的脚步也常常因为世界的挑战而疲惫。但是今天，你的话临到了我们，如同雷声唤醒了我们沉睡的灵魂，让我们觉得与步行的人同跑，尚觉得累时，主啊，我们将不再抱怨，而是感谢你，因为这正显明了你的信任。你正预备我们，要赐给我们那与马赛跑的信心与力量。主啊，我们在这里同心向你呼求，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有定向的心，帮助我们挪开那些会模糊我们视线的世俗忧虑，让我们奔跑不再是无定向，让我们单单定睛仰望你所为我们预备那不能坏的冠冕之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攻克己身、叫声服我的勇气，帮助我们看见那些手中抓紧不放、那些阻拦我们的人事物是什么，让我们学会放手。主啊，求圣灵赐下我们智慧，让我们放手，才能够伸出自由的双手来拥抱你，来服侍你。主啊，更请你坚固我们的双腿，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经历你就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跌倒时，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我们奔跑在路上，不是孤单一人，而是与弟兄姐妹成为彼此的啦啦队，互相扶持，彼此勉励，一同跑向终点。主啊，我们大声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接受你的爱，我们愿意与你同跑。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给我们的赛道上活出那最精彩荣耀的生命。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并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所求。阿们。这是咱的吟诗圣诗第373首，请起立。
请坐。这是咱准备心来奉献。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这是咱来吟上营第400首，吟诗完，咱请上恩弟兄替咱来祝祷。愿天上的父带领我们，愿耶稣牵引着我们，让我们奔跑，不再无力，不再惧怕。愿圣灵感化我们的心，让我们学会放手，让我们学会交托，攻克己身。愿三位一体的神带领着我们完成前面的路程，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都与神同行。阿们。请坐。这是我的报告，消息报告。本日礼拜后有小组的分享，经在自撒母耳上的第2章到第7章。下周日妇女甲夫妇团契有邀请倪聪姐妹、杨素云姐妹跟甲这个饶瑞峰弟兄见证分享对无信到信的心路历程，欢迎大家来参加。全教会趣味运动会定伫8月17下晡1点半，
松花区民活动中心举行吼，欢迎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啊，为着投保吼，甲准备点心，请伫8月3号前填写伫报名表。本日下晡2点敬拜团的训练，请团员吼准时出席。本周新安宫读经的进度是撒母耳上传第8章到14章。好，以上报告。啊，咱请上恩弟兄吼，咱为着咱这个赖秀英这个姐妹吼，来做一个代祷。我们一起，我想我们一起来看那个肢体交通好了，我们一起为大家来代祷，特别是另外再为赖秀英姐妹代祷。那在肢体这部分哦，就是我们等等为郭月娥、黄德恩、吴美珍以及卢红佑、卢俊元跟卢继莹一起为他们的身心灵来代祷。然后这个赖秀英姐妹，她好像是我们关怀据点的，然后她是有一个小中风的状况，所以她现在需要进行复健以及康复的代祷。那我们一起来为他们代祷。亲爱的天父，恳请你赐下医治的手，赐下安慰的手来到我们当中。主啊，在这里头有一些弟兄姐妹的身体软弱需要代祷，也有一些不在我们所知的名单里头，但是你知道。主啊，他们有的人是身体有病痛，需要你来帮助；有一些人是他们的心理需要重新的再去抓回，需要重新的再去得到你的安慰。主啊，恳请你随时的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特别是与这些病痛的弟兄姐妹同在，以及身体心灵软弱的弟兄姐妹同在。主啊，我们身上有的时候有很多的我们自己不知道的软弱，有的我们知道，有的我们不知道，更何况是其他同行的兄姐。但是我们彼此都为肢体，我们要互相的爱惜，互相的分享，互相的牵引。不论是谁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主啊，在我们知或不知的时候，你都知道。所以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行，牵引着我们，带领着我们。特别是赖姐妹她的这个小中风的康复的状况，主啊，恳请你赐下她有很好的恢复与环境，能够好好的有好的心智、好的毅力，能够尽快的让自己的身体得到回转。在这之中也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主啊，但是你都知道。恳请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彼此都能够互相的安慰，互相的打气，互相的加油，让我们彼此都能够在激励之中能够成长，能够有很好的发挥，也能够有很好的改善与完善。主啊，一切的看顾都在你的掌握之中，恳请你照料我们每一个人。接下来我们会有分小组，有一些人也会先回去，恳请你不论在大家各自的路程都有你的看顾，在回去的路上，这个礼拜的生活中也都有你的保守，使我们能够记得你的恩典。在这里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咱请泽博，咱替咱为今仔小组的圣经节来做一个一个好的分享。大家平安。那我们这礼拜就是进入那个撒母耳记的那个读经哦。那这礼拜的进度是第2章到第7章。那我想说，我们就接续从上礼拜第1章没有介绍的部分，我一起
做一个介绍。那撒母耳记它其实是就是说接续在士师记跟就是士师记之后，就是说它的背景它那时候是以色列他那个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还有士师的这个征战在迦南地，那就是短暂的，他们是有一个算是一个还处在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之下，那所以那个对神的那个这个献祭的部分，就是好像那个有点走向形式化，我比较就是大家就那个有点那个，就是士师记最后面他讲说那个各族就是任意而行那个背景那所以撒母耳他算是一个神所挑选所拣选的一个人他的出生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我们在第1章就可以看到他，就说那个他的妈妈本来没有办法生育，那后来他向神求，那所以这个妈妈这个哈拿就说你赐给我这个儿子，我要献给你这样子。那撒母耳的经历当然也很特别，他在那个被送到那个先知以利那边去培养，那然后神3次的那个对他说话，那然后背景继续介绍就是说撒母耳记这整卷书的背景是在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承接那个士师的时代，要进入那个王国的时代我们在撒母耳记上这边会看到，撒母耳他是一个3种身份他是一个士师带领以色列打仗，然后他又是一个祭司那个帮助以色列人建立这个献祭的制度就兼顾然后他又是一个先知就是神会透过他对以色列人说话。但是撒母耳记这个作者是他这本书是在比较晚期，大概在所罗门时候才把它整理成一个这一本书。那作者的话他可能作者有好几个啦，那然后把它编成书的应该是一个我查的那个资料，他是说是那个先知拿单他的儿子那然后那刚刚有介绍撒母耳，他是一个就是那个很特别人，那所以他母亲养育他也是按照那个拿细尔人的这个规则就说让他大家知道拿细尔人就是被神要被神用的人，所以要特别有洁净的一个有一些在生活上有一些那个很特别的一些规律。那撒母耳他自己当然也有写书啦就说那个像那个圣经中的约书亚记跟路德记，其实就是撒母耳写作者就是撒母耳那我们今天这礼拜在第2章到第7章的这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内容。那主要就是说那个是在讲到那个撒母耳就撒母耳的这个他的出场那从那个以色列就是从撒母耳他这个在圣殿怎么样服侍那有很多很有趣的经历就是他告诉那个就是神告诉撒母耳说他要那个刑罚，就是对这个以利先知以利，因为先知以利的2个儿子就是对这个
那个会幕的一些献祭的规则哦，把它就是非常的轻蔑哦，那个有很多很不堪的一些事情，那上帝就决定说要这个献祭的事情就不再让这个以利的家族来执行了。那后来就说那个以色列跟那个非利士打仗的时候，就说他们打输非利士人，然后又要就想说啊，我要那个把约柜抬到战场上哦，想说哦，好像这是一个护身符，那以为我们这样就可以打赢了，那其实没有，就说上帝已经弃绝他们了哦，那所以他们打输之后，约柜被就掳到非利士的国内。那但是这个约柜在非利士的国内也是引起非利士人的灾难哦。那约柜在非利士里面，非利士的那个国内停留7个月，那就让那个非利士人得到一些他是说是痔疮了哈，就非利士人很多人得到痔疮，然后又那个他们的农作物被一堆老鼠破坏这样子，那所以他们经过这个灾难，他们7个月后，他们决定把这个约柜还给以色列，那然后也是用了里面我们在后面就是会有很多他们用一个很特别的就是那个一个方式，然后就不要细说，就他们让这个约柜自己让那个牛车自己回到以色列去哦。那当然，那以色列人知道这个经过这一次的教训哦，那个约柜失而复得，那他们自己也有有这个也有一些经过撒母耳的提醒以后，就也决定说，请求撒母耳来带领他们那个为以色列人征战。那撒母耳当然在第7章的部分就是有讲到，就是他为以色列人那个献祭，然后献这个献祭，然后除罪，然后那个果不其然哦，就他在献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就要来攻打他们。那但是这一次就不一样哦，这跟在前面的那个征战有很不一样的结果，就是他这一次那个神就马上就反转了那个战事哦，就是那个他们非利士人来，就以色列人就用很少的兵力就可以把非利士人那个打退这样子。那大概的这礼拜大概介绍是这样的。那撒母耳的话，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就是说那个他后来百姓就开始要求撒母耳要为他们设立一个国王。那然后这也带出后面我们会讲到那个扫罗王，还有那个大卫王哦，他们都会陆续就会出现在那个就陆续登场了。我们可以他们的故事，我们就可以在其中有很多的分享跟讨论。好，谢谢。咱谢谢泽博，咱今日礼拜到这，咱请圣歌队来为咱唱祝歌。临时线咱较来行平安礼。